好，股票嗱，講到投資賺錢，大家一定諗起買股票啦。但係好多人其實都係聽啲股評人講，完全冇自己嘅理性分析，所以嚴格嚟講，佢哋只係拎咗啲錢去做個賭博，並唔係咩投資。咁結果當然都係輸錢多啦。嗱，投資買股票之前呢，其實對於佢嘅基本了解呢係即係非常之緊要嘅。香港市場上面呢就有超過2000隻股票，要從中揀一隻適合自己嘅股票呢，已經係非常之困難㗎啦。更何況你仲想建立一個理想嘅投資組合，咁就更加難啦。嗱，股票投資嘅本質其實係呢，就成為一間公司嘅一部分嘅股東，咁就希望間公司呢可以持續發展呢，同埋帶嚟呢個更高嘅收益，從而呢提升股東嘅回報。咁但係挑選呢個優質公司呢嘅過程就一啲都唔簡單嘅，涉及咗幾時去買入啦，幾時去賣出啦，持貨嘅時間有幾耐等等嘅決策啦。咁呢啲都係需要你去做一個深入嘅市場研究同埋經驗嘅。嗱，咁大家都要選擇適合自己嘅股票，需要考慮個人嘅風險同埋呢個承受能力，去做呢個唔同嘅投資嘅。咁市場上面一般呢就有幾種類型嘅投資者嘅。咁第一種呢就係保守型嘅投資者啦。咁呢類嘅投資者呢，通常呢係一啲退休人士或者對呢個短期資金呢就比較有需要嘅人。佢哋呢就傾向於揀一啲業務穩定、派息穩定嘅股票，例如一啲民生股啦，或者係一啲公用股啦。咁呢類嘅股票呢嘅重點其實就係去保本啊，風險比較低啊。咁目標呢就係減低市場波動裡面嘅損失。咁第二樣呢，就係穩健型嘅投資者，咁啊適合一啲有家庭呢同埋有穩定收入嘅人士嘅。佢哋呢通常都願意承擔適量嘅風險啦，係希望可以獲得比銀行定期存款呢更高嘅回報嘅，以對抗呢個通脹同埋呢個實現資產增值。咁穩健型嘅投資者呢，通常呢都係選擇大藍籌股，例如一啲恒指嘅成分股啦，或者行業嘅龍頭公司。呢啲公司嘅股票價格通常呢就會隨呢個市場比較波動，咁但係因為佢喺市場都係一個領先嘅地位啦，咁所以發展係相對穩定嘅。跟住就係進取型嘅投資者，尋求高回報嘅投資者呢，就係關注熱門板塊同埋一啲概念股嘅。呢啲股票呢，佢嘅行業通常呢就係處於呢個高速發展階段。市場對於佢嘅未來呢就有好高嘅期望嘅，儘管當前可能回報唔高，或者係有啲虧損啦。例如97年嘅科網股、15年嘅互聯網金融啦、20年嘅新能源汽車啦，或者近年嘅 AI 概念股啦。咁呢啲類型嘅股票呢，佢嘅價格其實波動都幾犀利嘅。咁但係因為佢有一個發展嘅潛力，咁所以其實呢，如果進取型嗰啲呢，好多時都會投資喺呢啲股票嗰度，咁啊以博取呢個較大嘅回報嘅。嗱，咁揀股票嘅時候呢，就要掌握以下3個分析方法啦。首先就係基礎方式啦，咁就係通過公司財務報告呢去了解佢嘅財務狀況同埋個成長潛力。咁包括咗資產負債表啦、損益表啦、成長預測同埋呢個派息比例嘅。咁呢類分析呢，就係有助於判斷公司是否值得去長期投資，但係呢，市場反應呢，可能就會有啲延遲嘅。第二就係技術分析，咁利用價格圖表去預測市場嘅趨勢。呢類嘅分析呢，就依賴於歷史數據同埋市場行為，係基於歷史會重複嘅呢個假設，試圖呢，就通過一啲統計數據去預測未來嘅走勢。但係同一個圖表都有好多種唔同嘅解讀方式，所以亦都係好難去完全準確嘅。跟住就係投資流向分析，咁就通過觀察市場資金流動呢嚟決定買賣嘅時機。資金流入呢，一般情況都會推升個股價嘅。調翻轉，如果資金流出嘅話呢，就會壓低個股價啦。咁呢個對於業務簡單嘅公司嚟講就比較有效啦。
咁但係對於擁有呢個複雜金融產品嘅公司呢，例如啲發債或者係用衍生工具嘅公司呢，判斷佢嘅資金流向呢就比較困難嘅。嗱，投資個金額呢應該係根據你個人嘅財務狀況去決定嘅。年紀越大，閒置嘅資金呢就越少，投資比例呢就應該越保守。為咗避免個風險呢，其實非專業人士應該避免使用呢個槓桿工具嘅。總之，股票投資呢就一定要謹慎啲，應該係用一啲閒錢去投資，就避免過度嘅風險同埋呢個錯誤嘅決策。嗱，咁講咗咁多種分析啦，其實大家都可能唔知發生緊咩事，咁好正常嘅。講真，咁多人買股票，唔通真係個個都識買股票咩？咁都係聽下啲股評人推介，聽下啲朋友推介，睇下啲新聞，再加埋自己嘅第六感，咁就買㗎啦。好彩咪賺到錢咯，即係可能會覺得自己好勁啦。咁但係可惜嘅就係現實，大部分人呢都係輸錢多啊。咁如果你係唔太識投資分析，又想穩穩陣陣賺少少錢，叫做抗通脹嘅話呢，好多時都會諗起買傳統嘅高息股，咁就年年收息，通常都會高息過做定期存款嘅。但前幾年開始呢，上一輩成日都話有啲係有買貴就冇買錯嘅股票啊，咁例如匯控啦，咁突然間呢就話唔派息啦，咁啊令到大家呢都好嬲。其實就算佢派息，你留意翻佢個股價，近幾年呢其實都已經係不斷咁樣跌㗎啦。最後呢係賺息蝕價，咁所謂嘅高息股仲係咪真係咁可靠呢？大家好多時呢會俾公司嘅股息率呢係蒙蔽咗，以為呢越高就係越好，其實背後呢可能係好高風險嘅。股息率嘅計法呢，就係全年每股嘅股息除以當時你買入嘅每股股價，再乘翻100%。計算方程式當中呢，股價係會隨住個市場狀況而波動嘅。如果所派嘅股息係不變啦，而股價上升，股息率就自然會係比起之前跌咗。相反，股價不斷咁樣跌，股息率呢就會自然係會上升。但事實係公司嘅派息係一啲都冇增加過嘅。所以當你懶得去睇多少少資料，只係見到佢股息率不斷上升嘅話，你就可能會俾佢呃咗入局啦。事實係因為佢個股價不斷下跌嘅緣故。如果係咁，你就買入咗一隻弱勢嘅股票啦，分分鐘要坐艇好耐㗎啦。另外，如果你見到某一個年度公司嘅股息率突然間高咗好多，你就要睇翻佢係咪派咗特別股息，同埋派特別股息嘅背後原因，可能係好，亦都可以係唔好嘅現象嚟嘅。好嘅呢，就係佢生意嗰年特別好啦，有好多嘅盈利，想回報翻股東。咁唔好嘅就可能係佢哋賣咗啲資產，現金流呢就非常之充裕，而短期內呢亦都冇實際嘅用途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投資計劃。管理層都可能會決定派發呢個特別股息嘅，咁意味住公司未來嘅發展呢，其實係有一個不明確嘅地方嘅。所以你可以見到，單揀一啲高息率嘅股票，其實並唔係真係咁穩陣嘅。